打电话问输血，他给你9点吧。喂，老师，中县ICU我们有个病人是一个腹中脉瘤破裂的，然后现在患者血压不太好，然后想剩点血，能发一下吗？我们直接去拿。啊，行。其实我刚来 ICU 不久，而且是在其他的科室，并没有遇到过这么紧急的情况。今天是一来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很急又很重的病人，因为他一旦这种破裂出血，大量的失血，会导致很严重的休克，甚至会不可逆转的对这器官的损害，以至于死亡。当时我听到这个病人的时候，我确实是有点，手足无措，因为作为一个外科医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唯独的就是能够在老师他们的指点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小事情。把传送的血拿一下。啊，呼吸包也要。知道吗？好，谢谢。还有一包。走。快点。开门。血来了。看看，把那个红细胞敞开输进去，这心脏都要停在这样的。他这么贫血的情况下面，心脏就不怎么跳了。现在敲出的其实是偏弱的，对吧？这个病人是一个紧急腹主动脉瘤破裂的情况，从外院送到这边来抢救。当时患者血红蛋白特别低，我们要先给他采取输血措施。另一方面，外科也在紧急准备手术。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看他自己了。希望他能赶紧好起来。我的手好冰啊！